Hello，各位朋友，大家好。歡迎嚟到馬龍呢個賽馬藏經閣嘅頻道啦。又係三部曲，like 分享同埋訂一個頻道，又係提供兩匹嘅攻擊馬，兩匹嘅進攻馬俾大家。星期三較為特別啲啦，9場全例夜宴一陣再分享俾大家。未分享之前咧，回顧下星期日嘅打比賽事啦，都幾精彩啊！嗰場打比賽事，都講解下嗰場賽事啦。其實馬龍賽前咧都提供俾大家嘅，話俾大家聽咧，呢場會係慢步速嘅。跑到咁嘅大賽咧，唔會話正常步速啊，可以講話。果然俾我預料到啊！沿途慢步速其實咧，星期日嗰度跑道咧有啲場地偏差，前領較為着數啲嘅，喺後邊追上嚟咧好難追得到。變咗咧嗰隻祝願咧輸得有啲唔抵啊！俾嗰隻百河飛區偷到雞。賽前咧同大家都預測講咧，我都話球星還少，上嗰場咧都係快步速嘅受益者贏嘅啫。攻擊佢啊，球星攻擊啊，還少都攻擊佢啊！落飛啊，兩隻馬都後尾落飛啊，還少都。其實嗰隻平民騎士跑得好好嘅，因為咧我估計佢排一檔啊嘛，我睇方家柏都叫布文咧放喺前頭就唔好人馬局，自己做步速。佢跑得相當好啊，輸咗無話可說嘅咋。入到直路咧一齊衝啊，沿途做嘅步速做得相當靚。只不過個祝願咧有啲不值，衝到21秒3幾啦屎。最後嗰800做到43秒幾，好犀利啊！馬王級噶啦，佢會去到嗰個級別噶啦嚇。輸咗呢場大賽就大賽啊，始終係好緊要。但係睇到隻馬咧都有具備明星嘅風範嚇。嗰隻包裝福星算係跑得唔錯，跑過第3。呂健威行運係啊。佢大賽就犀利啦，上次大賽係大4起，今日都琴日都大3完贏埋打比啊嚇。練馬師黃添鋒咗嚇。場打比賽事就咁樣分享俾大家，即係馬龍嗰個去跑馬準則都係咁樣嘅，去預測嗰個賽前嗰個步速係點樣啊？上次贏馬嗰啲馬叻唔叻啊？佢嚟咁樣甄選俾大家。好啦，講咗場打比大賽話俾大家聽啦。講兩匹嘅進攻馬俾大家啦。好好彩一額河。其實嗰隻兩隻馬都係意外。提供兩隻進攻馬。第3場嘅2號太太精神，出閘貴一貴嚇。騎師莫亞爭跌咗落嚟，修正翻。呢啲騎師咪叫做頂級騎師咯，冇慌亂過。修正翻平衡翻隻馬，慢慢隨咁跟翻去包尾嗰個位置，冇話喺度死懟佢啊！你知有啲騎師冇講邊個啦，出咗閘失晒先啲，係咁懟到隻馬上晒口，又要拉，咁咪輸緊咯，係嘛？呢啲騎師咧，頂級騎師咧，佢就翻個馬嗰個 rhythm 啊，去到直路轉彎，開始再騎翻去，跑翻去第3，好好彩。如果唔漏閘咧，我唔敢話佢贏，有 Q 嘅27 Q 嘅，應該係深升啊。冇得好講啦，追翻去第3。跑個位置算係咁啦，下次追唔追啊？梗係追啦！呢啲馬，賽項啲馬好細，我都話要跟進翻。好啦，第9場3班1200米賽事，4號嘅時時歡欣點解會輸咧？
去到入閘最後1分鐘或者喺1分鐘度咯，起擒啊，隻馬係咁煩躁不安啊，喺個閘嗰度喐都喐來喐去啊，不過變咗咧upset咗啊嗰隻馬，不過最後嗰隻馬一入咗閘咧，一出，其實艾杜拿都發緊夢啊，可能輸完咗球星嗰度，冇打後都冇乜心機跑嗰啲馬，咁啦一出閘慢咗一慢，佢係咁對隻馬，都完全都唔係佢嗰個跑法。不過雖然4班上3班啲步速唔同啫，但係跑錯晒咯啊！下次潘頓跑噶啦，咁應該其實去比較2場咧，佢行圈嗰時咧急咗少少啊，咁始終新啲馬，好好型格，睇下何賢點樣再培養過去，咁下次如果潘頓跑翻咧，應該都會再跟進嘅呢隻馬，好馬嚟嚇。好啦，2匹嘅攻擊馬，2號嘅第2場嘅2號嘅勁進輝煌，哇，好似好犀利咁追上嚟，但係加咗分，我成日都話破紀錄時間19秒幾，1分19秒幾，破晒紀錄場地紀錄時間嚇，平紀錄啊，但係都係破咗嚇，咁你話呢隻馬攻唔攻擊佢啱唔啱啊？啱嘅，佢加咗呢個分差唔多啊，唔算話好突出嘅馬啊。跑第2都算係攻擊到嘅嚇。咁第7場嗰隻打比馬球星，賣到20幾蚊，解釋得好清楚俾大家聽。上次受惠於快步速贏馬嘅啫，今場預翻個慢步速咧，爆唔到啲威力出嚟，係咪啊？就係咁樣咯，咁樣推選嚇。好啦，星期日嘅賽事話俾大家聽下，跟進下。好啦，咁嚟到星期3嘅賽事咧，全泥地嘅夜宴咧就通常都爆冷嚇。因為咧點解會形成會爆冷多啲咧？跑泥地，全部嗰堆泥地馬咧，多數都係跑翻泥地嘅。有啲咧跑極都唔得嘅，練馬師我咪試下跑泥地啊。有時試到又得喎，咁咪會爆冷，就係咁樣啊，叫試出彩虹啊嚇。9場泥地賽事咧，揀選2匹嘅進攻馬，2匹嘅攻擊馬俾大家。首先第1匹嘅進攻馬就係第1場嘅5班1800米賽事。呢場咧屬於 C grade 嘅賽事，係較為正路啲嘅賽事。揀選嘅進攻馬俾大家咧就係4號嘅精明選擇。其實呢隻馬咧伍鵬志冇亂跑啦，處理得相當好啦，俾佢回一回啊。隔咗成2個月先再去報呢場嘅泥地賽事跑。賽前又試習啊，個部署係正確嘅。你話佢有冇千百長力？有嘅啊。只要跑泥地咧，擺喺前頭走咧，係相當有着數啊。加上咧今次換咗個霍雲星咧，跑前領馬咧，嗰個控制步速啊、機動啊，佢係拿捏得相當好。呢場同場亦都冇乜快放馬，夜晚泥地永遠都係前領較為着數啲，所以揀選呢匹咧4號嘅精明選擇俾大家第1匹。第2匹咧進攻馬第6場嘅4班1650米賽事，屬於 C grade 賽事啊，較為正路啲嘅賽事。揀選呢匹馬咧，瞌埋眼都識跑泥地嘅啊。就係5號嘅年年有福。佢1650又好，1800又好，泥地咧相當準成，輸亦都輸唔遠嘅。上名率相當高嘅。加上湯普森跑慣跑熟佢啦，同場對手都係窩窩妥妥嘅啫，唔叻嘅啊。佢跑300機會相當大。排緊5檔，推介呢匹咧5號嘅年年有福俾大家。好啦，嚟到第
兩匹嘅攻擊馬，就係第一匹嘅第3場嘅兩匹都攻擊阿妹。阿妹泥地嘅冠軍騎師啊，贏咗7場啊，咁啊但係都攻擊佢，跑8場馬嚇聽聞。咁啊第3場嘅4班咗650米，咁啊攻擊嗰隻馬咧2號嘅有派頭啦。咁啊呢隻馬咧，咁啊上次梗係爆冷成功啦，咁啊爆完冷多數都冇咗影噶啦，雖然跑翻原同路程嘅啫，換騎師咁啊換咗阿黃寶利，咁啊加上排上14檔，第一隻攻擊佢嚇。咁啊第二隻攻擊佢咧，跑到第9場嘅3班1200米賽事啦，攻擊嘅1號嘅升龍區啦，泥地好準成嘅，咁啊但係嚟到依紮馬咧，佢排11檔，咁啊相當吃虧啦，加上隻馬咧要騎下佢噶。唔係咁樣一放出嚟，砰砰聲喺前面走啊！同埋咧，佢跑到尾場啊，冇去腳地遠噶啦咁啊，所以都攻擊佢啦兩匹攻嘅有飛嘅兩匹馬度咁啊攻擊呢兩匹嘅攻擊馬咁啊大家留意下。好啦，咁啊仲係呢度要講一講個會員頻道嗰度先啦。咁啊馬龍啲製作啲片咧，咁啊開始慢慢製作咯。咁啊最近咧有個熱話嘅，咁啊都大家唔知道嘅，因為坊間都冇乜講到。咁啊就係最近咧，咁啊練馬師沈集成咧，咁啊炒咗蘇迪紅魷魚。咁啊咩原因咧？咁啊掉咗佢上去從化咁啊梗係有原因啦。咁啊馬龍咧會將喺會員頻道咧，咁啊呢個咁精彩嘅熱話咧，分享俾大家聽下啦咁啊都講嘅過程都長嘅，咁啊慢慢去分析俾大家聽。咁啊仲有好多片咧陸續會出噶啦。咁啊會員頻道有咩得益咧？就係咁啊每個賽日咧有2匹嘅精選冷馬提供俾大家嘅。另外如果有大賽池或者會進攻會講長少少。咁啊基本上咧會提供2匹嘅冷門馬匹咁啊俾大家去參考嘅。咁啊另外咧馬龍嘅製作一系列嗰啲咧馬圈近期嘅熱話咁啊同埋點解今季嗰啲練馬師跌鑊個情況咁啊亦都好多集數慢慢一路推出俾大家。咁啊多謝大家收睇。咁啊去到最後咧咁啊亦都可以加入馬龍嘅私人群組同阿馬龍咧一齊互動賽馬啦。咁啊有啲朋友仔就唔知道個群組係有啲咩得益咩得着咁啊歡迎咧可以片頭有個 WhatsApp 電話嘅54963576咁啊查詢嘅。咁啊究竟去到馬龍個私人群組有啲咩玩咧？咁啊賽日咧嗰日咧我就會提供咧每場一匹馬膽俾大家嘅，會1個鐘頭前咧講解俾大家聽我點解會揀輸匹馬膽嘅分析俾大家。咁啊去到臨場咧，咁啊馬龍咧就會喺現場咧咁睇4匹好狀態嘅馬咧，提供俾大家。咁啊或者有時揾多隻馬膽嘅，咁啊有時咁啊4隻互穿咁啊玩下，咁啊經常都有啲驚喜，中下啲3重彩4重彩咁啊同大家一齊玩。咁啊歡迎各位咧大家查詢。好啦，咁啊今集咧到此為止啦。咁啊要到星期5再出片俾大家。好，拜拜。